咱遮会较专业。台湾的无锡居民이렇게 오셔서 대단히 환영하고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립니다.邀请我们建国科技大学大家长吴董事长致辞。你换那个呀？一定换个，一个1500，一个换1500，啊细的500。哦，都冇。透过视觉，透过嗅觉，透过泡茶的听觉，茶包的声音，还有手摸它那个茶碗的感觉，这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无感的一个开启的一个享受这样子。那等一下就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品赏这样子的泡茶。차입이 어떻게 차입을 어떻게 재배하냐에 따라서 그 땅에서 어떤 땅에서 재배하고 그러면서 먹는 방식이나 기다리는 시간이나 이렇게 다 틀린다고 합니다. 国际交流是多元性的建国科技大学一直以来都积极的在推动学生的交流、老师的交流各项的这个作品交流。那今天特别邀请韩国的陶瓷的艺术家，有9位的艺术家，跟我们台湾的陶瓷的艺术家有10位，都是大师级的把作品到建国来这边展出，让我们这个台湾跟韩国能够做一些交流，各自的手法、各自的表现方式，都有不同，有差异这个呢就是一个文化交流。那么借着这个陶艺的这个交流也增进两国人民的这个友情。像建国科技大学现在就有3位的老师，韩国老师在学校，还有很多位的这个韩国的学生在建国学习交流。我们希望这个交流呢能够更多元化来做交流。就很有趣，他们专程带了很多的这个碗，这个碗做什么？是喝茶用的。我们台湾喝茶都是用茶杯嘛，那他们是用这样大碗就很豪爽、很豪迈的这样喝茶。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喝的茶是台湾的乌龙茶原生种的，就用韩国他们手工做的这个碗陶瓷的制品，很有意思交流就是可以这样多方面的交流。那就是不同文化的感触嘛对，这个就是不同文化嘛有不同的表现各种的生活方式，交流就是这样子嘛，互相的学习。我们的交流非常的这个频繁，非常的顺畅。那我们老师也走出去，像我们许馆长刚刚有介绍到，他最近呢就是有一个活动。接到不同国家都是用不同的，就是可以了解到韩国是用碗来喝茶，对，因为之前是不知道，就来看这个展览时候才知道，就不同的文化，对，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设计的感觉。那这对以后你的所学会有什么帮助？希望带给你？之后的话，之后设计的话，可以就是看他们的作品，然后来设计自己的